Hello，大家好，歡迎嚟到 Casper 媽媽嘅 channel。今日我哋會學習香港小學學習字詞表，學習單元食物。我哋會用無圖認字呢個方法去加強小朋友嘅認字能力。當我讀完之後呢，小朋友都可以大聲跟讀一次。準備好未？我哋一開始啦。吃吃飲飲咬咬飢餓飢餓飽飽苦苦酸酸辣辣甜甜鹹鹹熱熱冷冷凍凍熟熟生生味道味道美味美味食物食物食品食品口味口味種類種類有機食物有機食物魚魚肉肉蔬菜蔬菜水果水果麵麵飯飯零食零食小吃小吃點心點心甜品甜品糖果糖果罐頭罐頭急凍急凍飯盒飯盒飲食飲食各種各種熟食熟食早餐早餐午餐午餐晚餐晚餐西式西式西餐西餐中式中式中餐中餐茶樓
茶樓、茶餐廳、茶餐廳。料理、料理。小賣部、小賣部。餅店、餅店。酒樓、酒樓。餐廳、餐廳。飯店、飯店。酒店、酒店。外賣、外賣。快餐、快餐。火鍋、火鍋。自助餐、自助餐。超級市場、超級市場。街市、街市。市場、市場。餐牌、餐牌。點心卡、點心卡。服務、服務。小朋友做得非常好，非常努力喎。我哋透過多看、多聽、多讀，好快你就會學到好多中文字㗎喇。我哋下條片再見啦，拜拜。希望大家可以支持 Casper 媽媽嘅影片創作，加入會員贊助，多謝大家支持。